史上有錢佬，西非皇帝自豪。年年都聽到有富豪榜專幫有錢佬計身家噶，但係話時話啦，邊個先係歷史上最有錢嘅人呢？美國嘅 Celebrity Net Worth 就幫手揭開謎底啦。股神巴菲特史上25大富豪榜，佢排包尾咋。微軟創辦人蓋茨啊，好少少啦，但係依然10大不入，排12啫噃。排第一嘅就係14世紀嘅西非馬里國王穆薩一世，計埋通脹，估計身家有成4000億美金，因為佢帝國出產嘅黃金啊，佔咗當時全球1半產量噶。據講佢一次麥加朝聖，沿途揮霍嘅黃金就令到埃及同遠東一帶嘅黃金價格大跌12年咁耐啦。排第二嘅係18世紀歐洲銀行家羅斯查爾德家族，佢哋坐擁3500億美金，而家歐洲都仲有佢哋開嘅私人銀行噶。10大裏面最多人識嘅，相信都係舊年被殺嘅利比亞狂人卡達菲啦，佢以2000億美金排第8。排佢後面嘅就係美國汽車大亨福特，佢嘅累積財富穩存到舊年已經有1900億美金啦。呢25個史上富豪得返3個仍然在生，仲清一色係男人添。